感谢伊真哦，咱继续来看台中市公车弄掉两个东海大海学生，造成一个人死亡，一个人受伤。今仔早起，都有10外个东海大海学生代表去车祸地点抗议，因要求讲政府得爱重视过路人的路权。台中的警方嘛连续3天来加强执法，交通局嘛展开稽查。也毋过是有民间团体认为讲，市政府会当先针对交通道路设计的问题来做改善。路口要停让，路口要停让。10外位东海大学的学生来到死亡车祸路口，举标语抗议争取行人路权，而且设路口2日。东海大学2名女大生22号暗时，伫咧台中市中区去G 交通305公车弄到造成死伤。学生会批评道路环境对行人无友善。台中市的行人环境也不够完善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路口并没有外推人行道。而为了弥补大众交通运输工具的不足，有些公车必须要绕到很狭小的车道。事发了后，台中警方宣布为24号开始连续执行3天的大执法，针对汽机车无暂停让行人加强处理。不过民众并无认同。以长期持久性来讲的话，效益不大。市府才拄仔讲要重新检视强化20大肇事路口安全措施，但是对照警方提供今年顶半年行人交通事故死亡28人，所意外发现死亡地点拢无伫咧重大肇事路口。行人零死亡推动联盟批评头痛医头，重点是伫咧规个交通道路设计系统性的问题。那其实如果你只检视这个事故的几大路口，你哪怕是20大、100大，你这些101后面的都会有发生一样的问题。真正该检讨的是整个交通系统性的问题。交通局与科业者于9月23日起，于多数路口实施联合稽查。交通局也将持续派员至高风险路口进行稽查作业。交通局强调，已经要求市区公车业者落实路口转向停看行，而且为23号开始，甲业者伫咧各大路口举行联合稽查，只要是无落实的开罚，后续会修订免费行车契约，制定重大事故的罚则。另外，东海大学表示，已经找到律师，会义务替2名死伤的学生拍官司讨公道。记者台中报道。